大家好，我係成人教育部嘅 Daisy。2025年已經踏入尾聲啦，大家對今年有啲咩感覺呢？唏噓、艱難？今年世界局勢混亂，似乎世界恐慌同埋混亂嘅程度已經係好嚴重。預計出年世界嘅政治亂局同埋香港經濟嘅唔穩定都會持續，我哋呢就要靠住神嘅力量去面對未來嘅一年。喺2026年，成人教育部呢就配合教會崇拜講道嘅書卷以賽亞書，將會舉行聖經問答遊戲。當時以賽亞先知喺亂世當中，仍然係帶出彌賽亞嚟臨嘅盼望。因為呢一個原因，我哋聖經問答遊戲嘅主題呢就係叫做亂世盼望。希望藉住遊戲就係幫助大家更加係投入閱讀以賽亞書，縱然喺亂世當中，仍然係揾到新嘅盼望。究竟聖經問答遊戲有啲乜嘢吸引嘅地方呢？我哋係特別邀請咗今年嘅3位得獎者，佢哋呢分享佢嘅感受同埋得着。第一位呢就係 Cherry， 佢話呢愛讀箴言，亦都係配合崇拜講道。等我哋呢就對箴言嘅理解係有相互嘅配合，喺知識同埋實踐上面都好有幫助。願我哋一齊去尋求呢啲珍寶，就正如詩篇119篇103節嗰度話：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願我哋呢彼此鼓勵，喺真道上邊大家結伴同行。第二位呢就係 Gloria。佢話呢，雖然聖經每個字都係明白，但係字裏行間呢提到一啲意思呢就經常唔明白。透過尋找難明嘅金句解釋，從而呢就增加咗讀經嘅興趣，同埋加深咗記憶。佢又提到呢，遊戲今年呢就新增咗升級版，當中呢就要係運用錦囊，咁呢令到遊戲呢就增加咗刺激同埋趣味性。佢呢一樣嘢呢，就係佢係想唔到嘅。第3位呢，就係 Daisy， 佢話為咗係參加呢一次遊戲嘅盛會，佢對箴言嘅閱讀興趣呢提升咗唔少。喺6個月嘅比賽期間呢，佢時刻都係諗住箴言嘅教導，又仔細咁樣去尋找各種嘅資料，真係獲益匪淺，靈命亦都係得以成長。佢呢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讀經計劃，一同係建立良好嘅讀經習慣。多謝呢幾位得獎者嘅分享。如果呢大家係想睇完整嘅文章，係可以掃描右邊嘅 QR code。其實大家喺2026年都有機會成為遊戲嘅得獎者㗎。我哋呢嘅遊戲安排同今年係相似，又唔需要報名，亦都分開基本版同埋升級版。咁我哋今次呢就會鼓勵新人嘅計劃，詳情呢就會參閱係遊戲秘笈。咁我哋明年嘅1月至6月呢就會讀完呢個以賽亞書。如果你哋係想喺2026年喺呢個混亂嘅世代當中有目標有盼望，就好好讀以賽亞書，同埋參加亂世盼望聖經有問答遊戲。多謝大家。